继续来看行政院提名云林县的前县长李进勇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。立法院早起要来排审这件人事的动议案，但是国民党的立委不满李进勇民进党的背景，恐惊会违反中立，所以假期党员强力来杯葛。一透早就在你的会议室的门口，无爱让李进勇入去。李进勇是真无奈，讲伊主动来注销党籍，就是要证明家己的诚意甲决心。你是为了抽佣，你注销党籍。李进勇，滚回去！李进勇，滚回去！中选会主委被提名人李进勇被挡在委员会门口。滚回去！滚回去！滚回去！欢迎你来啊！不要叫我走，也是委员会叫我。欢迎你来。孤军奋战的李进勇边一入一个幕僚，加上民进党立委郭国文，护送李进勇离开现场。李进勇滚回去！李进勇滚回去！李进勇滚回去！无看到李进勇离开立法院，国民党立委无罢手，李进勇被逼到3楼11连，搁落来楼骹，国民党立委搁加动咧。滚回去了，开始走啊！滚回去！你敢进去吗？进去法院的门啊！这不是证实人家讲你是民进党提名的吗？你不要糟蹋人，糟蹋太过分，好不好？让麻烦李进勇不要糟蹋中选会。谁说去接这个位置是被抽佣呢？全部要中立啊！陶克派也在被抽佣。在这款情形下，我都顺达主席张宏禄在9点43分宣布会议休困，人事案也未过关。李进勇无入去到委员会，颠倒入去到委员的办公室，才让这个代志告一段落。